溫家寶強調堅持一國兩制，愛國爭議隻字不提。李柱銘向鮑威爾話對中國新領導人有信心。家禽業從業員下星期3開始無限期罷市。各位歡迎收睇晚間新聞，詳細嘅新聞內容。總理溫家寶喺人大發表首份政府工作報告，將經濟增長目標定喺7%，並且會喺5年之內取消農業稅。對於香港問題，溫家寶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對於近期有關愛國同埋政制爭議，報告就隻字不提。先由趙麗如喺北京講下報告有關香港嘅部分。溫家寶話：維護香港、澳門嘅長期穩定同繁榮發展係堅定不移嘅目標。我們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廣泛團結港澳地區各界人士。溫家寶又指，要做好內地同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嘅安排，對香港同澳門嘅前景充滿信心。台灣問題方面，佢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嘅方針，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祖國分割出去。溫家寶呢一份工作報告有大約30版，當中提到涉及台灣同香港嘅篇幅只有大約1版。香港嘅政制發展同埋即將舉行嘅台灣嘅總統選舉亦都冇提及。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就話：講到香港嘅篇幅雖然短，但係信息係重要㗎。我覺得當前香港的當務之急啊，就像總理工作報告裡面說的，要切實地做好內地與港澳兩個關於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安排的工作。7%就是商機啊，是無限的商機，商機無限，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佢又話：咁樣先至係中央嘅期望同埋符合市民嘅利益。無線記者趙麗如喺北京報導。喺工作報告中，溫家寶將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定喺7%左右，政府會逐步減發國債，又承諾5年之內取消農業稅。鄭麗京報導。溫家寶話：舊年喺非典肆虐之下，經濟保持強勁增長，達到9.1%，人均生產總值突破$1000，進出口總額大幅增加7%，躍升至全球第4，外匯儲備達到$4033億，比年初嘅時候增加超過1001億。政府為防經濟大起大落，將今年嘅經濟增長目標定喺7%左右，並且加強同改善宏觀調控，一方面減發國債，壓止盲目投資，一方面繼續擴大內需。隨着社會投資增長加快，應逐步調減發債的規模。今年擬發行建設國債1100億元，比上年減少300億元。另外，溫家寶承諾今年取消農業特產稅，並且喺5年之內取消農業稅，又會為農民提供100億嘅直接補貼。政府今年亦都會加強防治傳染病，仲要改善農村嘅衛生條件。無線電視記者鄭麗堅報導。對於政府工作報告冇提到香港近期嘅政制同埋愛國論爭拗，有學者認為係有助降溫。黃春梅報導。有學者話，溫家寶隻字不提近日喺香港引起爭議嘅07普選或者愛國論，有助令爭論降溫。就顯示到咧，中央未就一啲問題咧最後跑板，同埋亦都冇喺呢個時候擺出啲比較強硬嘅立場。我諗始終胡溫咧都會顧及到咧自己喺西方以至香港一個開明嘅形象啦。佢哋希望係透過而家現有嘅機制嚟對香港人進行說服、教育、澄清，亦都唔想
形成一個全國性嘅聲音嚟壓香港咁樣個局面。另外，對於溫家寶提出今年有7%嘅經濟增長，有學者指可以防止經濟過熱。這個7%呢，我覺得它給出了一個很明確的信號呢，就是說呢，這個今後的經濟增長主要是要重質量，而不是重這個數量。佢又認為內地有必要繼續實行宏觀調控。無線電視記者黃春美報導。李柱銘等多位立法會議員同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會面時候表示，對中國嘅新領導人有信心，亦都相信自己嘅夢想會成真。何錦欣報導。李柱銘、李卓人、涂謹申同埋羅旭啟等4個人同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會面，會面大約進行咗45分鐘。今次係佢哋訪美會見嘅最高級官員。佢話向鮑威爾講到最近香港就民主同埋政改問題上發生嘅事，但佢強調仍然對一國兩制有信心，特別係對中央新領導人有信心。李柱銘又話佢發嘅2個夢，民主夢同埋回鄉夢，有信心夢想成真。我哋嘅最高領導人，佢哋離開我哋中國去四圍去嘅時候呢，佢哋都係同好多國家嘅人民同埋政府都係講民主。其實我哋嘅領導人係想喺中國建立民主，呢啲係毫無猶豫嘅。其實最好咧就喺香港行先一步。佢哋稍後亦都會同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會面。而佢較早前出席美國參議院嘅聽證會時，就指北京對香港太多干預，又話港人只係要求民主，唔係要獨立。The Beijing leaders should have no fear about the result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 Nobody in Hong Kong wants independence for Hong Kong, unlike Taiwan. And our party, the Democratic Party, has always supported the One China policy. We strongly suppor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而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就話：香港嘅自治需要尊重，美國支持香港邁向普選同民主。無線電視記者何錦欣報導。出席人大會議嘅外長李肇星重申唔容許外國干預香港事務，而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就話：若果有議員違反誓詞，立法會係有機制取消其議員資格。譚威儀喺北京報導。外長李肇星重申北京喺香港事務上嘅立場。香港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香港是我們中國的香港，外來勢力不應該隨便干預。而身兼立法會主席嘅人大代表范徐麗泰就指議員要清楚自己嘅言行係咪得到市民嘅認同，否則係要付出政治代價。佢又話立法會有規則容許議員提出動議，辯論一位議員有冇違反誓言。而根據基本法第79條，如果有2/3嘅議員通過譴責某位議員行為失檢或者係違反誓言，立法會主席可以採取行動。後果肯非常嚴重啦。即係作為主席嘅我呢，就要宣布嗰位被人視為行為不當或者違反誓言嘅議員就會即係消除咗佢嗰個議員資格。另外，人大常委曾憲梓就指李柱銘嘅行為可惡，立法會應該予以處分。賣國基本上間呢都係唔夠嘅形容詞，你哋係個議員應該做嘅咩？所以我希望立法會呢應該嘅紀律對你啲人呢應該作出嘅處分。無線電視記者譚慧儀喺北京報導。民主黨同埋民建聯都認為，目前監察議員表現嘅規條已經足夠，無需另設審查機制。代表法律界嘅吳靄儀更加指出，唔應該濫用程序進行政治審查。陳嘉怡報導。吳靄儀話：唔應該濫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嘅權力。呢啲程序究竟係要嚟真係照基本法嘅精神去做呢？定係濫用嚟作為一種政治嘅審查同埋一種政治嘅迫害同埋政治嘅壓力呢？如果係有人係用呢啲條文呢，或者呢啲程序去達到呢個咁樣嘅目的呢，我諗會係好嚴重咁改變咗香港嘅政治氣候。民主黨主席楊森話：有冇資格做議員應該由選民決定。即係你做得好嘅立法會，即係啲選民繼續選你；做得唔好嘅啲選民亦都唔選你。即係選民亦都自有公論，係嘛？因為我哋香港係一個新聞自由嘅地方，咁大家唔需要即係一定要打擊少部分人啦。香港始終都係即係法治嘅地方，一切咧我相信咧係要根據個法例咧係去即係行事，咁會比較保險一啲。
唔可以咧就係話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我唔同意你嘅理解，我就覺得你唔愛國而去做罷免嘅過程咧，我覺得呢個會比較危險一啲。佢話目前對議員表現同操守嘅監察已經足夠。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怡報導。家禽業代表同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會面之後，不滿政府拒絕輸入內地活雞，決定下星期3開始無限期罷市。預料下星期4香港就冇活雞賣。經過2個幾鐘頭嘅會議，家禽業界代表不滿現時內地疫情已經受控之際，政府仍然拒絕輸入內地活雞，亦都冇具體時間表幾時可以再輸入，所以決定無限期罷市。依家政府係等我哋去等死，依家係望天打卦等死，所以我哋係好無奈。你哋咪堅持下個禮拜3係會無限期罷市同埋？哦，呢啲係肯定㗎啦。因為依家咁樣嘅情形啊，我哋覺得係非常失望，所以呢，我哋依家全行，即係話10號開始全行罷市，11號呢全香港就大家冇雞食㗎啦。同樣會罷市嘅雞販就要求政府調高特惠金，幫助佢哋渡過困境。我哋業界係想去賣活雞，你哋唔俾我賣，你哋唔俾個飯碗我哋食啊嘛，咪我哋唔想去做營運啊嘛。楊永強回應話：為咗保障公共健康，不大可能喺短期之內恢復從內地進口活家禽，而世界衛生組織亦都同意要小心謹慎，唔應該倉促行事。楊永強亦都話同情活家禽從業員，準備制定紓困措施，協助佢哋渡過呢一個困難時期。廣東省就表示已經同香港達成共識，今個月之內就會恢復冰鮮雞供港，但未有具體嘅日期。雙方同意在這個月內恢復冰鮮雞出港這個工作，就在這個月內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是這個月的哪一天，可能要看具體這個組織工作來定。至於香港方面，什麼時候延期活的價錢輸送到香港，這由香港政府來決定。另外，廣東省農業廳又宣布，除咗深圳野生動物園之外，廣東農村8個禽流感疫區全部解封。但由於周邊國家疫情未完全受控，加上廣東家禽存量大，唔排除會再有零星個案出現。喺本港，有家屬投訴伊利沙伯醫院專科門診排期太耐，導致病人冇得到醫療照顧，最後死亡。將會研究係咪控告醫院疏忽，醫院方面就表示會跟進。劉允清報導。死者葉仲志嘅家屬話：佢嘅死同醫院排期延誤有關，或者係你曾經醫過佢嘅，係佢即係唔接受，係令到佢死亡嘅，我心甘情願，我哋都會接受。但係而家又好似話真係佢去睇醫生，到而家佢失救啦。有冇食過佢一粒藥啊？一粒藥都冇食過。50歲嘅葉仲志，舊年1月因為胃痛睇私家醫生，超聲波報告顯示佢嘅肝有直徑約2厘米嘅陰影，醫生懷疑係腫瘤，被轉介至伊利沙伯醫院專科門診，但排期等咗超過10個月，到12月先至見到醫生，發現有腫瘤。再過多2個幾星期，醫生指佢嘅肝嘅腫瘤直徑有13厘米，壓住靜脈，做手術會有生命危險，做化療就只得1-2成機會。今年1月，佢就再被轉介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又排期到今個月底先至到化療部，但喺琴日已經病逝。伊利沙伯醫院發言人話會跟進葉仲志嘅個案，並且向佢嘅家人致深切慰問。無線電視記者劉雲清報道。跟住係預算案前瞻系列。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下星期3會發表上任後第一份嘅預算案。政府消息透露，預算案唔會有新嘅加稅措施，但將會首次詳細交代開徵銷售稅同埋發債嘅計劃。鄭麗京報導。政府決定今年內發債，為未來總值1200億嘅基建項目集資。消息指，出售債券嘅對象包括散戶同機構投資者，將會分階段發行。咁所得嘅收入亦都唔會撥入政府嘅經常帳目。1年期嘅債券，如果政府發債嘅話呢個利率可能都係得0.3啊、0.5啊咁之類咁嘅水平。2年嘅可能都1厘左緊嘅啫。低利率呢對政府發債嚟講有好處，對市民嚟講呢
咁如果你有1厘到嘅利息咧，都好過存喺銀行，一家便宜兩家着咯。佢認為發債只係週轉，無助解決財赤。咁但係隨住本港經濟同內地融合，中期經濟增長可望高達8%，遠超於政府預計嘅3.5%。政府嘅收入亦都會同步增加，而呢個現象舊年下半年已經出現。3月底咧，佢個赤字係會減到去550億左右嘅，財政儲備嘅投資收益咧係大幅增加，多咗100幾億嘅。咁另外咧，就因為呢幾個月都股票市場同埋呢個地產市場暢旺。黃瑞強話：經濟有周期性嘅波動，擴闊稅基先至係治本之道。無線電視記者鄭麗堅報導。北京消息透露，中央今年會增加國防開支超過1成。2004年度嘅軍費會由舊年嘅1853億增加218.3億元，達到2071億，增長1成1，用以提高軍隊防衛作戰能力，調整軍人工資同埋用於退休支出。消息又指，今年中央財政預算係赤字3198億元，維持喺03年嘅水平。翻嚟本港，為期4日嘅香港國際珠寶展結束，警方今日再拘捕一個內地男人。便衣探員發現佢打開一個參展商嘅飾櫃偷竊，探員喺佢嘅身上搜出價值80蚊嘅飾物。4日展覽期間，警方一共拘捕咗14名分別嚟自內地同埋南美涉嫌偷珠寶嘅男女，當中3人已經被判監14個月，另外3個就獲釋。警方話，今年一共收到11宗報案，損失共大約係值64萬元。其他幾則嘅國際消息，東京銀座發生珠寶店劫案，損失係大約2億5千萬港元嘅珠寶。2個假裝顧客嘅男人，一個人將向職員潑液體，另一個就打爛咗櫥窗搶走首飾。